每日一起身，你個腦會唔會不斷咁樣浮現一啲我應該要點點點嘅要求啊？例如，我應該要早啲起身去運動，我應該準備一餐早餐俾我屋企人，我應該要更努力返工。但係如果呢啲我應該做唔到嘅話，你會唔會感覺到有自責同埋內疚啊？今日想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點樣放低呢一份嘅重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海倫，歡迎返到嚟思維手機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本書，叫做《Let Go of the Guilty》，中文名就比較長，叫做《擺脫精神內耗：為什麼我們總被內疚、自責和罪疚感支配》，係由美國作家兼人生教練嘅阿洛麗波頓所寫。其實好多時我哋日日喺度自責，都係因為書入面講嘅假內疚感。阿洛麗佢喺書入面都提過，好多人都對自己好有要求，過分追求完美，呢一種嘅行為其實慢慢咁樣綁架咗自己，結果就係嗰種過度嘅自責同埋壓力，慢慢將我哋快樂嘅內心同埋平靜一點一滴咁樣磨蝕晒。別讓內疚感綁架生活。喺開始之前，作者都同我哋分享咗佢一段嘅經歷。有一個朝頭早，佢為咗慳時間，原本安排咗佢5歲嘅仔仔喺車上面食早餐。點知出門口嘅時候，佢仔仔哀求，佢就話：媽咪，今日可唔可以喺餐台上面食早餐啊？呢個時候，阿洛麗突然間好自責，佢自責自己連俾個仔坐低喺度食早餐嘅時間都冇，佢就心軟起嚟，答應咗仔仔。結果佢仔仔好慢條斯理咁樣食到遲晒大到喎。呢個時候，阿洛麗心急如焚咁樣揸車，當駛到去停車場嘅時候，突然間砰一聲撞上石壆，而且仲爆埋2個胎。唉，可憐嘅阿洛麗，佢之後足足花咗6個鐘頭嘅時間等拖車嚟到，仲白白支付咗昂貴嘅維修費。呢一個古仔話俾大家知，其實內疚感就好似一個計時炸彈一樣，往往就係因為一啲小事而引爆，最後佢就需要付出沉重嘅代價。所以大家懂得去識別假內疚感，先至係擺脫失控嘅關鍵。真實內疚感與假內疚感，作者就用咗3個解釋嚟講返內疚嘅真相。第一就係內疚係一個信號，其實佢係你良心嘅警報，話俾你聽你可能做錯事。第二，內疚係一項債務，佢會令你覺得自己有所虧欠，你必須付出時間、金錢、自由或者快樂去償還。第三，內疚係一個機會，佢就好似俾大家重新去釐定一啲嘅價值觀。當我哋明白咗內疚定義之後，就要去分清真實嘅內疚同埋虛假嘅內疚。我哋首先嚟講下乜嘢係真實嘅內疚，就係指你做錯咗一件事，或者你嘅行為對其他人造成一個影響，或者係一啲實質嘅傷害。例如，一個媽媽因為情緒失控而對仔女大聲鬧、大聲叫，又或者係你喺工作上面表現差，搞彎咗成個團隊嘅項目。呢一啲事係真實發生嘅，而你嘅內心係真正感受到內疚。呢個時候，你需要做翻一啲正確嘅事，去為呢一件事而負責同埋去彌補。而相反嚟講，虛假嘅內疚其實都係虛假想象出嚟，你根本冇做錯，但係你內心就不斷咁樣折磨自己。例如，你會覺得自己做得唔好，應該要做多啲，或者覺得自己做錯咗。作者就認為，我哋腦裏面有5大思維模式，令到我哋引發咗呢股嘅虛假內疚感。第一，
就係當我哋做錯事嘅時候，就會用人哋嘅標準去評論自己。第二就係成日覺得人哋嘅唔開心或者困難都係由自己造成。第三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，永遠覺得自己可以做多啲，但係冇一個清晰嘅標準，我要做幾多。第四，因為自己嘅好運而覺得其他人喺度受苦，而經常性感到內疚。第五，有一啲事根本冇做過，但係腦入面就浮現出一啲唔符合價值觀嘅想法，就開始自責自己。當我哋搞清楚真實同埋虛假內疚嘅分別，我哋就唔需要理人點樣睇。快樂唔係自私，你唔需要因為自己嘅好運或者自己嘅快樂而覺得自己對其他人唔住。剝離飄的練習。當內疚感湧上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點樣做呢？大腦神經學家研究發現，原來當我哋內疚、恐懼或者焦慮嘅時候，大腦嘅情緒中心杏仁核就會處於一個高度活躍嘅狀態。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嘅馬修里柏曼教授證實咗，只要我哋幫自己嘅情緒上面貼一個標籤，大腦嘅情緒中心活動就會立即減少，幫我哋冷靜翻落嚟。就係因為呢個理論，作者就設計咗一套非常實用嘅自我練習工具，叫做剝離飄嘅流程。作者就好聰明，將飄 PEEL 佢每一個英文字母就代表一個點。每當我哋感覺到自責，就嘗試慢慢停低5秒，做一個深呼吸，然後再花少少時間去思考呢4個點。P pinpoint 準確定位。我哋可以諗下，究竟係乜嘢事觸發咗我哋嘅內疚，然後幫佢貼上一個標籤。E excitement 審視想法。關於嗰一個觸發點，我哋會對自己講啲乜嘢說話？咁樣做嘅原因就係要揾出打擊我哋內在嘅一啲說話。E exchange 替換想法。針對某一個情景，乜嘢係更準確、更符合事實諗法嘅嘢？如果唔符合事實，我哋就可以重寫某一個故事，或者係一啲思考方式。L list 列出證據。我哋可以列出一啲證據去支持我哋呢個新嘅諗法。有一個媽媽叫做莫妮卡，佢就係應用咗 PEEL 呢個流程去解決咗佢多年內心抑壓嘅問題。莫妮卡佢喺17歲讀高中嘅時候就意外懷孕，生咗大女賈娜。嗰陣時嘅莫妮卡其實好細個，佢嘅男朋友就唔肯負責，於是莫妮卡就唯有負起返照顧 BB 嘅呢個責任。佢日頭要返全職，夜晚就要返去夜校讀書。呢個時候佢根本冇精神時間，全心全意咁樣照顧佢嘅大女。到咗20年之後，大女賈娜已經係20歲嘅少女，讀緊大學。不過佢嘅成績就平平無奇，又冇明確嘅人生方向。莫妮卡就同佢第2任丈夫生咗一個細女，而佢細女嘅童年就過得好幸福喎。但係莫妮卡睇到細女嘅時候，佢就對比起大女，個內心就引發咗一連串嘅內疚。而每次佢陪細女做功課嘅時候呢，佢就忍唔住咁樣自責自己。佢認為自己當年冇好好照顧大女，覺得自己係一個失敗嘅母親。作者就用咗 PEEL 流程去幫佢逐一剖析。首先，準確定位，其實觸發點就係大女達唔到莫妮卡嘅期望。之後
審視佢嘅想法。莫妮卡內疚嘅諗法就係佢覺得佢自己害咗大女，覺得自己係一個失敗嘅母親。再嚟嘅就係替換想法。呢個時候教練教導佢就係換一個比較精準嘅諗法。其實大女只係一個正常嘅20歲女仔啫。莫妮卡當年已經用咗有限嘅資源，盡咗最大努力去照顧佢。最後列出證據，佢列出咗實質嘅證據，睇到大女其實好努力，亦都好有愛心。以上4個證明就證明咗，其實莫妮卡都係一個好母親，只係當年嘅資源有限，做唔到盡善盡美。呢一個結果出咗之後，莫妮卡終於放低咗佢背負20幾年嘅沉重包袱，學識咗原諒自己。應對情緒勒索嘅內疚操控者。講完頭先一啲嘅練習方法，其實有時候我哋嘅內疚可能係由身邊嘅人造成，書入面就稱佢哋做內疚操控者。究竟我哋點樣去識別呢一啲人？其實內疚操控者佢哋最叻用一種方式，就係叫內疚深淵嘅方法去操控你，扮演一個受害者嘅角色，令你覺得自己爭佢哋。面對呢一啲嘅操控，你一定要記住，佢講嘅嘢唔係命令，而係我哋有權去拒絕佢哋所講嘅每一個說話。如果對方想繼續勒索你嘅話，你唔使即時同佢去解釋或者爭辯，我哋可以用一個最簡單嘅說話回應，就係我做唔到，我要考慮下。記住呢個方式就一定可以能夠逃離佢哋嘅感情勒索。心理教練吉爾瓊斯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就係幸福係一種風險，而內疚讓人感到安全。其實擁抱幸福係需要冒險，你可能要冒住唔配得到呢份幸福嘅恐懼，但係人生只有一次，我哋真係咁甘心為咗所謂嘅安全感，一世活喺自責同埋內耗入面？由今日開始，當內疚再次企圖咁樣控制你，你可以同自己講：我選擇咗愛同勇氣嚟回應，我選擇冒險咁樣追求自己嘅幸福。今集嘅思維手記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分享，可以 like、subscribe 或者係撳鐘仔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